用台语互相介绍对方的名，顺续伊的来历，甲阮大家来讲清楚。请。啊咧，大家好，大家好，我的名叫李明雄。我是讲叫你介绍对方，唔是介绍你家己。掠鱼啊，搁唱水，是先唱水还是先掠鱼啊？先掠鱼再唱水。两个做伙进行啊。真搞，一个有当唱偌久？哎呀，哦，我有听伊讲过哦。哟，因阿公嘿，顶届去哩哦，30年即马拢还袂起来。安尼什么意思？因阿姐个炸昏落去呢，我跟你讲。为山，为水，为林东。欢迎节目主持人彭恰恰。感谢大家热烈呼唤的声音。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国最高水准、最高气质的电视台——公共电视台上好看的节目《画山画水画玲珑》。我是大家好主编，我是彭恰恰。首先，大家我今日袂使称我叫祖先，爱称我祖灵。大家我祖灵行一条路。哎呦！讲起来，台湾是一个族群真养护的所在，任何族群拢会使伫台湾生活得真好势。但是对各人的口音会听不出不共款，你倒位的人哦。可比讲，咱定咧讲迄高雄啊，哈，高雄的啦，我多，哦，因为习惯讲这哈，谈都啊。他都啊，你是高雄人，啊，佮起来小可就有差，台南，密来啦，密来济啦，来啦，加 A 去啦，安尼呢？这台南人腔口，啊，你来个混啉呢？啊，后壁加字话字，啊，要去倒位话？哎呦，来阮厝食巴拉话，巴拉话敢会食一个？巴拉话是巴拉迄个手机啊，哎，我较顶下起来，咱一个歌星叫做陈水义，讲话完全听无。唔知你我甲你讲哦，啊是伊都完全听无，但是有一个人我就听。空丁空爸我就听，空爸嘛是鹿港遐人，我空丁嘛是鹿港人俩。你讲我咧无咧脚踏实地咧认真打拼俩，海口腔俩。是啦，咱苗可丽小姐嘛是海口咧大嫂的人啦，有闲来阮厝诶做咧啦。海口腔啦，你若去甲宜兰又佫无共款啦，这物件真好食。我面过一直讲话宜兰过去呢，过来甲花莲，过来甲台东，哦，你家己啊都食水咯，有时阵讲话无啥共款咯。无啦，够得啦，无啥共款得啦。个后壁就得啦，得啦。当然。拄啊讲到这呢，一个语言，还有一个语言的专家在咱现场，隆重甲咱介绍台语文专家陈安珠老师。画山画水画玲珑，阮的节目会得奖。大家好，我是安珠老师，欢迎收看咱的节目。大家成功，就是我上大的快乐。好，所以今仔日呢，咱两位是非常特殊的来宾。有偌特殊呢？伊当初是拢伫山顶咧走跳，可能这山跨过迄山，哎呦呦呦！也听这音乐，普通人呢。请两位来自我介绍一下好唔好？但是这个自我介绍方式小可的无共款。用台语互相介绍对方的名，顺续伊的来历，甲阮大家来讲清楚。请。啊咧，大家好，大家好，我的名叫李明雄。我是讲叫你介绍对方，唔是介绍你家己。介绍阮对方啊。点的？伊哦，伊啊。哦，
伊我是好来，没好，会使，用讲的就好。讲嘅就好。来，朋友，主持人好，各位来宾好。老师无请我的。啊，毕安珠老师好，安珠老师，你好。啊，这我带这个朋友吼来上迄个碰过节目吼，感恩。这袂歹啊，伊是住台东。哦。这野生的排湾族啊。排湾族啊，排湾族，排湾族啦，排湾族啦，啊，伫大台东，伊名叫萨基努啊，萨基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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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萨基努，伊足有才华的，啊，会当演戏，啊，会当唱歌，会当弹琴，对，就在伊嘛是伊个厨师啊。哦，中破西啦，中破西，中破西啦，袂歹，好，伊家青的，我是大女啊，我安尼介绍你无满意哦，你安尼介绍你无满意就对，就满意，够欠啥？有你台语下叫，我一台语对吧？萨基努，萨基努哦，萨基努啊，碰过，我你介绍你朋友，碰过好，老师好，哦，这阮台东的家己的南部的这个大兄啦吼。恁台东佫有分南部、北部、东部、西部。歹势，你台东我屏东啦，对，屏东啦吼，屏东，介绍，足好唱歌。有，我知啦。吼，大家拢知啦吼，足好唱歌，声音拢足迷人的，做人嘛足好。吼，足好顾厝。就好过厝，就好过厝。是因为拢伫厝无代志做咯。无，爱家庭啦。你互伊讲家庭拢过了拢足水。你哪知？因为阮两个拢有迄落讲，迄个来，别人讲迄落联络啦，我平常时拢有咧联络啦。有咧联络啦，有咧联络啦。你即句敢若海口腔咧，有咧联络啦。你联络啦，平常时有来啦，安哦，来往往啦，来往啦。无聊，阮就去海边啊，对唔？创啥？迄掠鱼啊，掠鱼唱水啊，拢有啦。掠鱼啊，搁唱水，是先唱水还是先掠鱼啊？先掠鱼再唱水。两个做伙进行啊。真搞，这个有多唱偌久？哦，我有听伊讲过哦。因阿公嘿。顶届去哩哦，30年即马拢还袂起来。即马，安那？即马无，即马，伊阿一个炸昏落去呢，我跟你讲，我调迄个无线电哦，卡来时我阿公即马要到迄个南非啊啦。南非啊，要我非洲遐去啊啦。你出面的哦，足够的呢。你甲讲你台湾族，我真正无啥会相信。无啦，我那台湾族啦。哦，是讲你台语当时学？意思是我读高中的时阵。你有读高中？离开故乡的时阵，高中毕业的时阵是去读个屏东的学校。对，高中了。好。对。你用迄个原住民，你做话甲大家请安问好者。顺便讲，阮这节目叫做画山画水画玲珑，在公共电视台是绿水准电视台。你若有在讲，我叫你阿爸。哦，他拄下迄肉长嘞，肉长嘞。你的母语咧？母语哦。嘿啊，拄我念的遐，用你的母语讲一遍。哦，就歹解说呢。你讲我若听无啊？你讲你的就好啊。无，袂当我袂讲啊！这电视会播出的。你徛遮，你徛遮。阮主人迄个呢，袂啦，较正式，较正式。你主持人徛中。哎呦，你拄啊讲。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嘛吼。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Bora-bora so na timuna mapulat 有一等咧。对，安尼啊。对安尼。对。恁三个拢跳舞。啊，恁工作的嘛？工作啊。你做回来啦。无啦，伊较甲我讲啦。无啦，来啦。人听啦。哦。好来。这是公共电视台的台语台。哦。哎，这电视伊嘛在都做安呀，伊嘛在你们这做电视啊，这帮做苏南。这等。对，是大家的电视啊，公共的，都是大家的电视啊。冇唔对。完全正确。嘿呐。
这个节目是非常有水准的，画山画水画玲珑，甲大家讲台语，互咱台语袂流失、袂失传奇的节目。哦，哎，这lupa susunan na sa tisin ni Maza, ay bura, te bura sa si Vevean, bura sa Gado, bura sa Zalum, bura sa Ajunangan. Sa masal janu mo la pasunde sa bura tisin. 喂，非常好看的节目，有意义的节目。是的，个是啦，有。不来，足好嘞，介高兴。不来，对。哇！抱歉。你也是。我足久无讲迄个阮的母语呢。有。哦，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啦。谢。对唔对？我也唔知，伊拄我讲的对唔对？你天亮讲。对正确。啊是你无啥听诶？无啦，这确实的啦，是真的，是真的。是，你家己无啥会记啊？啊，我就干那样听。因为伊自细汉的时阵，拢伫恁伫迄个就早就离开了故乡啊。哦，是啊已经汉化了。无法度，因为伫咧故乡，迄当阵，阮阿爸讲阿母，两个人要饲6个囝。迄当阵。我甲阮上细汉的弟弟，逐工落咧摇把叉，无啥物物件通好食。伫咧迄个时阵，阮阿爸就做一个足正确的决定。啥物决定？无呀，哥哥姐姐因拢大汉啊，拢有法度照顾家己啊，无囥咧故乡诶。我甲你汉3姊妹，啊个你同细汉的囝。咱去北部来拍拼。迄当阵，一个牛车，为庄仔头，安尼倒愈到火车头，已经1工过啊。牛车为恁部落去甲火车头1工，一工过来，安尼了1工。我起来时，已经是咧繁华咧台北火车头啊。繁华台北火车头。迄当阵，阮妈妈。爱着阮细汉的弟弟，阮爸爸看咧我，哎呦，伫咧火车头找一个人，什么人？迄阮阿舅啊。哦，去找恁阿舅。迄当阵阮阿舅就甲阮按搭伫咧迄落铁工厂内底。哦。迄当阵我永远会记，香槟床啊，顶下是阮爸爸甲阮妈妈困的，阮甲阮小弟就困咧下底。顶下铺啦。无。一个眠床啊，尔。哦，阮藏伫眠床底。是边个藏？无，迄当阵因为迄个宿舍足侪人咧住。哟，袂生咧伤济人啊。袂使。有这什么世界啊？你拄讲这拢真诶假？真诶。无我你讲啊，目眶红红哇。无啦，这就是一个经验，一个故事藏伫咧心内。伊诶过程啊。对啊。咱是要讲台语，今仔听这个感动人的故事。无啦，这食苦当食补啦。哎呦，这你也会晓讲啊，要死！足好讲诶，根本都毋是原住民啊，有读册无？碰过你，我无读册，歹势。今日讲遮侪个你拢袂摕，偏要摕一个。我即摆是讲到你听空诶。安咯，迄当阵我其实拢足爱读册，足爱学习的。毋过，阮一个日期是足特别、足特殊的。先做文化。安咯。所以阮咧上课时，阮朋友拢会甲阮创治。哎呦。袂晓讲台语啊。安尼哦。哦，这学我来负责。我一球绝对要吉头的安尼。8年对。迄当阵就拢毋知啊。哦。你的台语是毋是迄个时阵甲伊练好诶？一定爱学起来无？会去用欺负啦，这就是对，爱听有啦。好，少年的，无啦，我给他们起来。好啊，你讲这个，哎呀，哇，这真正爱甲迄个鼓咧者，这真正是，别，咱熟悉了伤慢呐，兄弟啊，大家来加油啊！好嘞，手关啦。哦，好啦。今日无要做节目啊啦。台语今仔日要考到恁两个，我是感觉真困难啊吼。后壁这3位咱固定学问注意哦，因为你讲到部落叫做部落，对不对？那讲到部落，你就想到啥物件？伫部落内底有啥物件可以被车卡落去？
说到部落啊，你想到我想到丰年祭啊？丰年祭，丰年祭，伊咧祭拜祖灵，甲因保庇安尼嘿，做啊。我有想到丰年祭呢，树桂花咪是桂。贵是贵节的贵，你这个是祭拜的祭。哦，你说到部落啊，丰年祭，丰年祭，我就歹讲呢，无好讲呢。我说到部落啊，我会受到小米祭，小米祭，小米祭，后小米祭，有祭，有影啦，有影啦。有我知道啦，人伊讲的就对啊。我当心捌甲你骗过。放过无来啊有啦，来啊我那有啦，来啊这查会着。哦，说到部落啊，我想到八部合音，八部合音，八部合音，迄是，敢若查甫人会晓唱尔。迄是，迄是高山族的一个迄落布。你是要讲咩？你讲嘛？对了对布农族的对啊，啦，布农族对啊对布农族啊，对对啊，对了布农族啦，布农族。你说到部落啊，我就想到下摆搞天光啊，下摆到天光啊！你唔知？下摆到下天光，摆到天光啊！下来，下摆啊，天光啊下摆无台语会使讲吧？下摆哦，你是讲迄个，哎，大吉大下摆搞天光啦，什么意思？就是讲一个课，因会使对下暗算到天光唱歌。唱在我唱嘛，哎呀，我不唱。一说到部落啊，我就想到咱祖灵，左邻，一说到部落啊，我就受到原住民。哎拢乱讲啊！对，较是嘛对唔？就是我等你过来无答案啊，好，你对。对，一说到部落啊，我会想到山猪吧。山地，水山地吧，哇，迄咸安尼个好势。对。哎呀，一说到部落啊，我会想到爱玲姐，爱上下族的爱玲子，迄个爱玲姐， A 零姐，老师你敢有法度了解者？伊迄伫苗栗遐吼，而且赛夏族这嘛算国家咧保护的。对，即马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嘛这赛夏嘛算强要死亡的语言。对，所以即马政府吼咧大力推测，即马若讲愿意学，这强要死亡语言吼，老师一个月3万人，你做学生吼一个月3万。因为这种语言强要死亡啊，所以政府变种鼓励人来学啦。你还说到部落啊，我就受到海印。海印，哎，山顶落在海边啊，就讲唱水味嘛。一说到部落啊，我就想到板面，啊不是板面啦，我知你要讲啥？板面，迄个下里，车字，板面，因为迄个情啦，我跟他个情，哇，字乌一个惊字，啊对，情面。不要念啦，嘿，你要念，你问我哪会知啦？头碰过讲的情，那是古早犯罪的人吼，爱甲车伫遮。哦，想讲我是萤虫安尼吼，车在顶头。毋过原住民迄叫文明，迄是无共的文化。文明，嘿，文明甲迄无共款哦。文明迄是讲对这部落有真大贡献，有真好的才情，才会当文明哦。啊，若讲钱迄是有犯罪的人。所以读做文明。嘿，文明。即马大英族迄个阿嬷。那前一阵仔过身呢，这算拢真正国宝呢，因为即摆有文明的人足少啊。对，我说到部落啊，我就受到石头火锅。石头火锅，这有问题。九桃辉哥，凊彩鸡仔咯，你咪石头。无共。真的。哦，因这原住民的石头火锅吼，这若是有外国的贵宾来，我拢带因去台东食这。真正。迄石头的无共，迄海边啊捡的呢。石头火锅是石头。空河烧无？空河烧嘿。嘿，空河烧，差不多400至600度。是哦。几啊？真的可以啦。看那个，真的老师，是真的啊，真正是石头火锅啦。伊个吼，咱普通是用话仔去煮，因是用迄种冰凉迄落叶仔迄吼，变做一只船啊安尼。啊，若看朋友啦，啊，朋友凊彩鱼啊，凊彩糊糊就好。放在内底，毋是直接加热，伊是用迄石头先甲烘好烧。啊，甲石头放落，因为石头吼有一个特色，伊咧吸收迄个力量吼足紧，啊要放嘛放足紧，
所以石头都甲放入去，迄有时阿斗啊甲看啊，安尼偌久内底物件拢熟啊。而且原住民的智慧吼，我感咱爱学习，咱有时咱做者族群拢会弯来弯去。啊，我就甲迄个长老们讲吼，啊，阮汉人煮物件是鱼还鱼，虾还虾，啊，咱原住民拢甲好看，拢甲做伙落去。我讲啥恁会安尼煮？啊，人家本来就在一起的，死的为什么要把人家分开？对啊，所以本来就斗阵做伙是安怎硬要甲跳开安尼啦？我感觉这是一个真有体读的物件呢。体读啊，体读你知影啥物？体读哲学。哦，小学就小学就，说到部落啊。啊！你拄仔讲了呢？安喏，石头火锅我讲咧，歹势，你无食到你地方呢？我做我请你啦。说到部落啊，我会受到山峦。山峦，山峦，那是低卡是啊。那是山峦。就是伫咧山顶啊看迄山，安尼足水的嘛，山峦、有人安尼讲的，啊无山峦山树。山蒙啦，啊叫蒙哦，你讲的是大蒙迄个。大蒙啊，大蒙哦，蒙布，大蒙是啦，山里个风里，我底欢啊，那个什么大蒙，好，说到部落啊，我会受到山蒙，说到部落啊，我会受到马告，这个马告是一个植物啦，对啦，是不？是物啦，啊，你就敢若迄胡椒粉对，白对，甲胡椒精。啊，毋过伊内底味就较晚柠檬呀。足芳诶，就好食。哦，迄食到蒜水哦，绿称战好哦。真的，老师要补充。迄个碰过你临港老营啊，咱来迄个有来。啦，有来请你食马告鸡，嘿，迄马告迄是原住民吼，因有时出去拍来时阵吼，啊，地国内底囥寡马告，对伊算伊真有帮助。嘿，临港老营啦，来，叫你来。说到部落啊，我就想到百合花、百合花、百合花、百合，唔是要百合吧？百合花是要百合还是百合？百合。哦，山顶生呢，真水就对啦。不，这是台湾做的竹花，竹花，我们台湾做的。我们是做竹花无共款。对。哦，了解。增加知识啦吼。说到部落啊，我会受到辣药。辣椒，哎对，辣椒，你遐足济呢？对，介济。哦，爱使拍落来食无？袂使，无啦，演啊！会去用掠去。保育哦，保护的。来，今仔日吼，即个讲这个部落啊，想到真侪代志啦吼。大家拄安尼，我咱唔知有啥嘛狗啦，拢会使讲。啊，说到部落啊，八宝蛇。哦，因为八宝爪，恁台湾做的，台湾做的稻田的是八宝蛇吼。都是八宝爪。对，稻田。咱汉人是拜灵，啊，因是八宝蛇。八宝爪。啊，其实拢是一种对神明啊，咱因叫祖灵一种尊敬。咱算你有研究吼。无啦，你莫袂记你要带去有来食面。你有时间来跟我讲。好，感谢。因为你食看卖，真正感觉气味无共啊。有。有来迄我迄做好食，真正。俗语讲了好。野区来了一阵，拢会第一届来做兵的菜鸟新兵。啊，毋过听讲吼，因会去拄到一个练模新啊，拢会行到妈妈好比出来的连长哦。啊，即摆会发生什么代志咧？咱来甲伊看落。身材偌好诶，无共款啊！行，大家。你先起来者好唔好？我发誓含尔，你莫是咧屁啊嘛！咪讲，白头为准，看这边啊，看这边，看头前啊，看头前，停，走。喂，
即摆叫你徛好，你即摆拍案是啥？报告连长，敢若水鸡咧。我这是正中一手，随时就战斗位置。中华民国陆军幺洞幺两栖侦察队大号天下第一操海龙蛙兵，小名金牌水鬼兵，请赢系列第一班99师队林忠兴报道。较长哦。你会使搁念一遍麦看无？听有水鬼啊，水鬼啊是真在讲呢啊！我跟你个水鬼掠高摕较准啊！看。免步，你免步。我刚才看你就知影。啊，安怎？这一定是拄别个火食兵，我了解。最近咱有批评讲咱赢来，咱的军中火食有外歹都有外歹。讲啥物讲咱的军中啊，啥物列出10大乌暗的料理。呵，你安尼代表咱火食看有够好无？是不是安尼？是。你真正就给他食偌济？食你济。查某来做兵，你即摆徛安尼是安怎？不过连长哦，我海巡兵啊，民雄哦，昨哦，下晡的时阵哦，伫海上巡防的时阵哦，你伫海上大一群迄你巡防哦？就是巡防的，对，巡防的时阵哦。巡防啦咯。哦，巡防啦，巡防的时阵哦，安那呢？就大一群迄个飞鱼啦，飞过来啦，嘿，我就安尼啦，啊，我就溜落互因过啦吼。我到今仔日啦，透早的时阵啊，最后一只才，最后一只迄个才飞过啦吼，我就变安尼啊啦。哦，你是闪落互遐鱼啊飞过安尼，全拗掉了。嘿啦。啊，你连人海顶设青红灯哟。你爱去飞红灯叫动的嘛，你就袂安尼嘛。就这只咧，看着鬼，后迄个讲迄个鱼啊飞过你闪动的变安尼。嘿呢。连对我坐船坐几10年，我都袂安尼。啊，那飞鱼啊，就坐飞过去啊，飞过来，飞过去安尼啊都。你。陆军野战步兵李大特师步青啊，报高连，抓起路报道。你请啊做兵免哭喙手，因为这用念的。用念的，你当作来搬戏啊？这是军中，讲就是纪律。是。服从所有命令。我看你这杯菜椒。真正是利落落安尼菜粑粑的菜椒啊，无好甲恁操练者，哪用的？是要咱保护国家，保护咱的同胞。听好，瞧好。一是哭咧，2是跳起来，1个哭咧，2个跳起来，因为4字代志我袂晓讲。报告班长，连长。我连长。报告连长。讲。跳袂起要安怎？脑离头就可以啊，安尼是嘛？哦。不过连长，伊会用弹的。有你谁人无哭？连长袂当哭啦。连长袂当哭，还是你袂当哭？无，连长我袂当哭。谁人袂当哭？会放清气啊！放清气！去下，标去！无，连长，唔是啦。我昨巴拉食太多啊，我若哭者。亲戚会大出来。哎呦，你真是，拢嘛你巴拉互我较做要创啊？食巴拉放庆记啊！我要吵。这看来你也讲我猜你这兵哦，我感觉你这阵啊，真正是火上野火线。第2句的俗语，注意开始。现在这是什么姿势？报告连长啊，海巡兵民雄哦，昨哦，下晡时阵伫海上巡防的时阵吼，
好大群的咯，飞去啊飞过来呢，嘿，我着安尼扭因互因过啦，到即马透早时阵吼，最后一只吼才飞过去啦。我了解，你就是有上几个鱼安尼飞过去，迄飞鱼细只囡仔海洋飞过里面啊。为我头前安尼较好过啦。你讲话。陆军野战步兵李让六师步青爷步高连3斤2报道。好，头前莫看，好啊，徛后壁，恶过，拄还佫讲一遍，无来，迄落，陆军野战步兵李让六师步青爷步高连3斤2报道。我过来，你的记忆看起来佫袂歹。你只安尼规安尼，管你只菜皮巴菜鸟啊！哈，这款的型是要咱保护国家，是要咱保护咱的同胞，是无甲你好啊操电那个。我这要发号令，一是苦嘞，二是起来，一是苦嘞，二是起来。迄四字台语我免讲，一个调虎蹲跳，好一。你啥无哭？无连长，我袂当哭，为啥袂当哭？我若哭落，真正会放清机啊！啥人放弃？你好，无啦，哦，连长，嗯，我昨落把它食太多啊，我若哭咧，我会放清机啦。你阿老阿昏，哎，着我规盘的巴拉哦。伊当伊叫阿昏，我唔知。我当时干我干你啊！我徛你表就足臭呢。吼，讲啊，恁这阵真正是历历在目。我看，恁这阵根本就是花香过纯。好，来，方才咱就讲咗两句，第一句叫做花香野雨伞，第二句叫做花香过纯。拄迄个情形，伊讲伊食把它放清子，袂当苦，会安怎？这个情形到底是同意花香野雨伞的野手？你理由是啥物？理由火伤得光头啊，落雨像我要夹雨伞，光头毋免夹雨伞，光头唔夹压啊。哎呀，所以恁后壁这四位新兵拢叫做花香过纯咯，花香过纯。但你正确答案，这一个来老师请解说。头啊一寡物件先讨论一下吼，咱无咧讲飞鱼，咱会讲飞乌。飞飞乌，啊，另外你较讲食巴拉放庆子，老边人佫甲接落去呢。拍着恁大姊，食恁大姊，食油啊放虾米，食营养放木耳。你看规罐呢啦，就是讲咱食伤济有时吼，因为歹消化，所以变做安尼吼，食巴拉放庆子，食油啊放虾米，食营养着放木耳吼。咱头即两句拢有讲到啥物花香，花香这其实甲一个行业有关系，叫剃头，所以有一个客家话叫七十二五，迄个客家话无理法，无理法，因为是阮也当前吼，变10月时阵，10月七十到10月25拢是10月七十是双十节，10月25是台湾光复节，这两天拢爱放假，所以呢，剃头这行业就讲安尼，后摆不如咱就逐个月七十到25拢休困。所以头碰过接就讲七十25就无理法，无咧剃头毛啦。毋过讲音即阵无理法啊，我实在动你动袂掉，我无理法。我努力啦。对，所以第一花香，咱都无理法嘛。啊，你看花香夹雨伞，伊已经无头毛啊，对毋对？无法。啊，甲雨伞搁甲夹咧，天搁甲冻掉咧，迄叫无法。无天，无法无天。哦，这代志种为非三者安尼啦。啊，若花香过纯，你看哦，伊是一个无法的人哦，对毋对？毋过伊过纯要渡江，所以无法的人要渡江叫无法渡，无法渡。所以碰过你拄的即阵吼，实在真正是花香过纯，无法度啦，无法度。起来啦，哦，足深呢。无安尼了解足济啊。哦，安尼会记啊吼，花香过纯叫做无法度，甲老师拍一波咧，谢谢。
吟诗作文真趣味。来，各位亲爱学员，请注意咯，这应该是2段啦吼，两段。 4句2段吼。啊，但是应该头前都有问题啊啦，我咧想啦。民勇先生，请你念看觅。妖鬼，你哪知？妖鬼啊！哎呦，我是看后壁迄个，我才想到迄个，食马落喙齿，你确定是落吼？食马流喙齿，食马流喙齿，过来。妖鬼食马流喙齿，巴肚食到肥肥肥，又搁咧所想，又搁咧所想，灶骹桌顶的鸡腿。差不多意思要换，但是你可能唔知这在讲啥来，后壁当然来迄个啥叫做？好，妖鬼，食要落喙齿。要拜拜的好事物，目一味，头食甲清气。耶，更加若要讲起来有问题吼，是这2字啦。对。像是不怪怪，所以我感觉老师应该有正确的说法吼，老师。好食米，对嘛，好食米，食米，哦，好食米。对，物件，好食米。好食。对字有问题吗？迄个是银呢。毋过伊的意思是讲，伫短时间，对，目睭。伊就甲迄物件偷食了，所以应该目一年。迄个是银。银哦。银。哦，我一银，我甲你银，银，我甲你银，啊那年，目一年，一年吼，哦，真是安尼。年目，然后年，卖使三兄，年对啦，啊，就年一个，嘿，嘿，这个是银，这个是年，哇，这伤深啊啦。目一年，好来，你正确念嘛，好阮一来，好来，来。妖鬼，食要落喙齿。巴肚食甲肥，还搁咧笑伤，灶骹桌顶的鸡腿，妖鬼食要落喙齿，要拜拜的好食米，目一年，头食甲清气吼。你了解无？哦，笑伤啦，笑啦。好来，大家徛起来，来做伙来卡一遍啊！来，老师请了，1、2、3、4。妖鬼食要落喙齿，巴肚食甲肥，又搁咧笑想，灶骹桌顶的鸡腿。妖鬼食要落喙齿，要拜拜的好食米，目一年，头食甲清气。谢谢，感谢大家。后回继续一段画山画水为玲珑。我是原住民，但是学这个闽南语原来上这个节目时候才知影原来闽南语伊的字里行间啊，它的字义里面呢，就真侪的意义。所以我今仔日来上迄个碰过的节目，真正是学到足侪闽南语的这个学问。其实我讲台语已经是足侪年啊啦，毋过来到这才知影讲。咱闽南语内底字，甲你所讲的物件，其实落差足大的，吼。你嘛感觉讲你台语足认真的、足好的，我跟你讲，看这个节目，你有法度得到了足多、足宝的物件。